上帝面前，来到圣殿，咱来朝见上帝。咱知影咱阁有介侪兄弟姊妹还未到咱中间来，所以咱伫准备什么时阵，也为着这兄弟来祈祷，保守因的骹步会当平安到这所在。请咱用淡薄的时间，安静咱的心，互咱有一个较无的灵，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摇花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崇拜。我的心倚靠伊，我就要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要大欢喜，我要用诗歌来娱乐伊。这是阮正兄弟姊妹住伫这个所在，要将阮的心献到上帝你的面前。愿上帝你赐我安静的灵伫阮每一个人心中，敲开阮的心门，敲开阮属灵的眼光。敲开阮属灵的耳孔，听见主的声。伫早起敬拜中间，我要献上一切懊恼、一切感谢。伫早起敬拜中间，要领受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新的快乐甲新的活命。愿上帝帮助阮早起敬拜，将这芳芳的祭献到上帝你的面前。因带阮来到圣殿来敬拜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咱唱这诗歌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压耳孔。咱的声，当咱到上帝面前，伊困求的时阵，伊祈祷的时阵，伊听见咱的声，伊听见咱微细的声，伊会照伊恩典，照伊的心意来成就咱伫伊的面前所困求的，因为伊听见咱的声。这时阵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因为这个罪常常会当隔断咱甲上帝的关系。
当上帝要听咱的声的时阵，因为这个罪的关系，因为罪的捆绑，互咱的声无法度到上帝的耳孔里，咱嘛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的罪，咱家己知影是毋知影罪，献着祈祷，看上帝会当用伊的宝血来洗净咱一切的罪。咱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所犯的罪来献着祈祷。有一的邪神，一偶像伫咱这个土地顶面，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咱为着这来献着祈祷，献着恳求，看上帝掌权，看上帝来捆绑这个邪恶的关系。所以为着咱家己的罪献着祈祷，咱开声为着咱家己来献着祈祷。请主，阮为着阮家己来献着祈祷，看上帝你将你的灵赐予互阮，阮免别阮家己所犯的罪，阮知影要安怎伫你面前来悔改，看上帝你用你的名来安慰阮，来洗净阮一切的罪。哦，求主洁净阮每一人的心思甲意念。哦，哈利路亚，是主，阮将我来亲近你，阮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献着祈祷，因为阮犯罪了，因为阮知影阮这个。心思甲意念，互阮每一人的心成做圣心，喜爱徛起的殿，赐落真理的心伫阮生命中间。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把上帝的话是亮光的，引带阮一切生命的地位顶面，会当知影要安怎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家己当领受属天的美妙，互阮伫主的道路顶面行主你喜爱的道路。我每上帝下面阮一切辜负你的罪，也下面阮一切。
大手，你是阮日日的盼望。感谢上帝，你会当帮助阮，互阮知影要来倚靠你，互阮知影要来找求你。特别伫即款疫情攻击的时阵，互阮我知影要安怎转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照你的听，照你的心意来帮助阮，来赢过这一切的困难。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煞只，咱特别为着咱个人所面对的困境来祈祷，求主来保守咱的心，互咱无受到攻击。特别伫即个疫情中间，互咱的身躯无受到攻击，互咱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特别咱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献上祈祷，咱可能咱厝内人，佫侪人要信主，咱为着因来献上祈祷，互因有机会有缘会当来敬拜咱即个国亲国外的主，为着咱家庭内底所有成员的心灵来献上祈祷，为着咱家己的工作职场甲学习来祈祷，为着咱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特别为着咱有拄着财务、经济方面的困难的，感谢上帝你，感谢上帝让赐落智慧互咱，会当解决咱财务的困难，赐落丰盛互咱，互咱会当过了丰盛、自由、满足的生活。第三，为着咱个人心身的健康，为着咱的疾病，为着咱厝内人的健康来献上祈祷，咱为着遮来献上祈祷。主啊，为着阮家己所面对的一切困难甲挑战，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你来保守阮，帮助阮，保守阮的心，无因为即款的挑战，互阮来滑倒，互阮犹原会当存着盼望，存着对主的信心来向前跑走。主啊，感谢上帝你牵阮的手行过死荫的山谷，牵阮的手来行过一切挑战，因为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顶牌，也是阮通。对主，感谢上帝你帮助阮，哈利路亚，是主。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无论阮是逆境的时阵，还是顺境的时阵，阮拢会当凡事来感谢，用阮的嘴唇来唱出俄罗的诗歌。恳求上帝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离开迄个试探，离开迄个歹的攻击，无用阮任何的罪来管辖阮，互阮的心灵得到平安，互阮的心得到清气。主啊，阮特别为着阮伫即个世间所行的每步路，拢会当有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引带的带领，互阮会当行伫上帝所喜爱的道路顶面，互阮过了一个丰盛有活力的生命。主啊，阮特别为着阮厝内的兄弟姊妹，阮厝内的长辈，阮厝内的囡仔来献上祈祷，对上帝有缘会当互因知影要安怎来敬拜你，知影要安怎来祈祷你，知影要安怎来尊主最大。主啊，阮有一个兄弟姊妹的厝内人佫还未来信主，感谢上帝你会当帮助，互因有机会来敬拜你，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好的见证，有好的生活的见证，会当互因知影敬拜主是一生上大的福气，互因会当喜爱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上帝帮助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奉献阮每一个人的才能伫主的面前。阮知影一间教会福音，并是讲聚会人有偌济，咱是有偌济兄弟姊妹伫这个教会内底愿意奉献，愿意服侍人、服侍上帝。感谢上帝会当互阮有一粒服侍人、服侍上帝的心，互阮知影要安怎伫这个教会内底，伫阮教会外口，阮甲阮的朋友相甲聚集的时阵，知影要安怎用主的听来分享，知影要安怎来行出好的行为，互人来欣赏就近你，恳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当阮面对困难的时阵，知影要安怎学了你；当阮顺境的时阵，也知影要安怎来感谢你。愿将阮所有兄弟姊妹恭敬拜伫主你的圣手，感谢上帝你引带带领，安尼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献上祈祷，特别咱教会也有一个困难甲挑战，可以上帝的帮助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知影要安怎来学习，伫上帝顶面我较无信心，知影要安怎来祈祷，知影要安怎透过上帝话语来帮助咱家己搁较会当学主的款式。也互咱伫敬拜中间，咱一敬拜，我要紧是互咱诚做一个咱传福音的一个门徒，知影要安怎分享见证上帝听伫咱生命中间。咱别地为着咱教会中间有一年老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特别是这个疫情中间，保守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咱为着咱知影的心灵受捆绑病痛兄弟姊妹，咱为着伊提名来祈祷。恳上帝的医治，恳上帝的讨棒，因心灵的捆绑。咱开声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咱献上祈祷。主啊，为着阮教会所面对的困难甲挑战，恳上帝你掌管，恳上帝你医治，恳上帝你来帮助咱所有兄弟姊妹。奉主的名来宣告，富强教会要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人进这个教会时，你的心就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困难得到解决，生命得到改变。主啊，恳上帝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阿们，是主，谢谢你。主啊，我要奉主的名来宣告，富强教会要成做一间荣耀上帝的教会。有一个人进入这间教会时阵，因的心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医治，互信心充满的一间教会。互阮兄弟姊妹伫这间教会时，愿意用诗歌来学习上帝，愿意用上帝话来行出基督徒的旁边。恳上帝你来帮助所有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互信心来充满，生命得到更新，成做主的见证者，会当伫逐位、逐所在。会当大大来宣扬主的福音，恳上帝兴起阮的教会，特别阮的教会有一个困难甲挑战，主你完全了解。恳上帝你照你的心意来成就，来翻转阮教会所面对的困难，互这间教会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名的教会。伫你面前，我哋感谢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那饮酒时光。主，你是大牧者，你听着我的声，我也要听主你的声。恳上帝你帮助我明白主你的心意，特别是这个世代，我知影要安怎来行主你喜爱的道路，赢过一切困难甲挑战。主啊，阮将早起敬拜摆伫主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亲近你。恳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自信伫上帝你的身上，无看你家己的困难，因为我们来敬拜你。伫敬拜中间，你要使到医治，你要使到极大的讨棒伫阮中间。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为了伫你面前来敬拜。
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温柔信心甲希望。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为了再去敬拜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参与敬拜的兄弟姊妹的心来献上祈祷，互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有一个较无的灵。咱为着今日礼拜的定时，一切服侍者，咱为着因来祈祷，感谢因的服侍，互咱的敬拜会当顺利。咱为着这来献上祈祷，特别为着今日要伫咱中间来分享讲道的神学生谢耀庭神学生，咱为着来祈祷。对上帝透过伊帮助咱，会到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教示甲真理。所以咱开声为着再去敬拜来献上祈祷。哦，还有要是了，做我伫你面前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再去敬拜献上祈祷。对上帝去掌管伫再去敬拜，设立宝座伫这个所在。我伫再去敬拜中间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哦，主啊，你的心叫要彰，要高举伫这所在。我兄弟姊妹透过再去敬拜，我知影要安怎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主啊，奉上帝帮助谢亚丁神学生，再去这所在所分享的信息，分享的话语，拢是会当激励阮、帮助阮，阮明白免来回应上帝伫阮生命中的呼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敬拜你，伫你面前献上一切敬拜甲恶乐。哈利路亚，是咱主，阮主啊，要敬拜。耶稣是咱的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温柔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的生命我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圣子，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温柔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温柔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恳求圣神来教示阮。温柔信心。主啊，你是阮人类的主，是阮世界的主，是阮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学了你伫成做阮生命的主宰。我们高举你的生命，要学了你的生命，因为你是看着阮学了的主。主啊，阮兄弟姊妹住这个所在设立宝座，要献上一切学了感谢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你的心。主的信是到万世来主，你的信是你的主爱无过才会听，你的主爱无过。我伫咧房中要来学咱的主，我伫咧房中要学了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无过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无过主天。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
边大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我。我这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息高万世代。过主天，你的主爱满过，你的主爱满过主天，你的主爱满过主天。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恶乐都归咱的主，哈利路亚！在地宝座里献给主，我们已经拜下了。全的兄弟，在地宝座顶，在地宝座顶献给主歌。我们已经拜好了，哦，老主归给叫关系，龙归的你的高原我。
利路亚，是的主，主啊，你现在主，我们学了你，咱吟圣诗第2首，现在。现在，昨天多主宰，蓝调酒挂在下，我若相助尊名。现在，将你对高喊，我若上帝。现在，万年农变白，年流感冒春莲，红颜一波作剑，千万天国，你的恶乐见准，春夏感谢万兄弟大恩，现在，全地大主宰，万民大下饮食，恶乐兄弟主名。现在，主人有万岁。我们学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的上帝，你是独一的大主宰，是一切掌管者，是阮每一个世间人所对你领受活命，阮的主。天顶的上帝，阮敬拜学了，阮伫你面前拍拜，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恩，这是阮上大的福分。主啊！你甲是阮上帝是神，所以敬拜你的，就要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主啊，伫这个时阵，阮无论是伫现场实体礼拜，也是网络线顶同心的聚会，主你看重阮的内心，因为阮甲主相结连的时，主你深深知影阮的需要、阮的欠缺，以及带来你的快乐。启示要伫阮的中间，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圣神同在，互阮大家人对你领受到宝贵属灵的教示，也阮伫时光伫祈祷中间体验主你的同在。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我来启，恁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
咱着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的主，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三甲自责敬拜俄罗你，也感谢你顾守阮一个礼拜久的时间，互阮伫一礼拜中，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伫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忤逆你的，恳求主你来赦免阮，阮也恳求你放耳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医治阮有罪的人，医治阮的心神甲肉体，互阮有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每一个主你所为阮安排的挑战。互阮伫勇壮的时阵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有活命，有喙来报扬你的名。互阮伫心劳白疼的时阵嘛感谢你，因为阮会当求叫你的名，欢喜听候主你的医治甲救恩。为4月开始，台湾因为疫情开始爆发，侪人民受到感染，到今仔日，一日有万外的人得病。恳求上主你赐乐医治，互因紧紧恢复健康。赶快读书生活受影响的，也祈求上主的平安甲因三角地地。慈悲的爸，我的主啊，战争是遐尔可怕，人民的性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甲损失。恳求你掌权，施恩怜悯你的子民，出手止煞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互因紧紧恢复和平，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感谢你，今仔日差派谢雅婷神学生来传讲你的话语，互阮搁一摆思想奉献的意义。愿你的话语诚做阮生命的美牛，诚做饮料永远袂喙大的水泉。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甲祈祷，拢总诚做你所欢喜的。阮安尼恳求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节有2节。第一位是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到12节，第二位是路加福音第11章42节。我来读。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着将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够野的食物。来试看，我会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拼落来，互恁也袂。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我要阻止草米毁坏恁土地的出产，嘛要互园里的葡萄树结真侪葡萄。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安尼万国拢会讲，恁上有福气。因为恁的地会互人伫遐安居乐业。第二位，恁遮的法利赛人惨啊！因为恁将薄荷、温香甲逐款菜色奉献10%互上帝，毋过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其实遮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其他的嘛毋通忽略。今仔日的圣经读到遮，献诗，俺请男诗班来献诗。献诗说，俺请谢雅婷神学生来讲道。今仔日的主题是11奉献，承接祝福。
感谢咱这个美好的歌声来学了咱的主吼，真正咱若要讲到奉献，这真正是爱特别倚靠主吼，无论一切要赢过世间，拢倚靠主吼。咱先做来祈祷。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上帝，阮的主啊，阮感谢你，阮知影万物拢充满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伫天里，你的信实教伫强冲。主啊，愿你的圣神打充满伫现场，或者是伫线顶每一位伫收看的兄弟姊妹的心上，互阮会当专心致意来分别阮的时间，来守安休敬拜你，嘛会当专心来听叹你的话语，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悔改认罪。若是用耳孔听，若是用喙讲，阮更加要记牢主你对阮的教示，互阮会当行伫阮的生活当中，活出你美好的见证。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好，这夜庭来这个咱附近，特别2年，真正看到侪真好的信仰的这个前辈，吼，啊，阁有侪兄弟姊妹。拢对即个上帝有真好的军队的脚力，特别是奉献即部分，咱讲奉献改成就是甲咱的物件分出去。啊，咱若物件分出去，是毋是一般拢愈分愈少？但是有人伫讲，啥物物件愈分愈侪？大概是疼心啦，吼，疼爱欲吼，这疼甲信心会愈分愈侪。啊，若艰苦吼，会愈分愈少，所以咱爱来学习是安怎上帝要教示咱爱奉献，甚至爱11奉献吼。咱先来看，咱若看了圣经，拢会发觉讲，有人去统计讲吼，即个耶稣伫即个福音书内底，伊有足侪。甲金钱有关系，甲奉献有关系，教导的经文哦，有2300几个即个经文伫记载是甲钱财、甲即个奉献有关系。啊，伊所做的30几个比喻内底吼，就16个即个比喻是甲即个金钱一部分有关系。所以耶稣用遮尔悬的比喻，伫甲咱讲即个金钱吼，是因为吼，伊知影咱人。财宝伫倒位，咱的心嘛伫倒位，所以耶稣伊来常常嘛，甲咱讲即个金钱的问题，其实毋是要为着互咱较够趁钱，也是得较侪钱，伊是要互咱对金钱有正确的观念。所以咱就为圣经来好来看，看为伫旧约当中有安怎甲咱教导。伫即个创世纪28章遮吼，咱会看到讲。亚伯拉罕，伫伊迄个世界，伫迄个时代，伊边的人所有的亲情朋友，厝边头尾，大概拢是信别项宗教，只有伊是信靠耶和华。所以伊嘛伫学习讲，要安怎将耶和华当作是伊的王，当作伊的主。所以伊就伫即个当伊特别是去到迦南地遐。伊的孙仔罗德去互掠去，伊为着去救因了后，哇！镇压遐个王了，毋但甲罗德因一家伙仔救倒来，佮带倒来足侪战利品。带倒来战利品了后，伊毋是先分遐个战利品，伊是先奉献，伊先做即个11的奉献，伊就摕出伊的战利品内底1/10，互迄个撒冷王，就是小龙撒冷城的即个。麦基洗德所以表示
来表示伊对天地的主的即个感谢。其实咱嘛会当来看者，就是讲上早上起头，即个亚当阿当甲夏娃，人创造咱，上帝创造咱，即个阿当甲夏娃的时阵，伊阁互因伫伊的爱殿乐园内底生活，互因能力伫内底管理。但是等于讲，就是要爱培养因，成做一个好的管家，好的管家。但是咱知影，这其实嘛是你甲伊提醒讲，这个园毋是你创造的，是我互你的。就若亲像一个公司的 CEO， 伊管理公司，迄个公司并毋是伊下，伊只是代表来管理尔。伫即个管理当中，咱领受着为上帝遐来的性命、能力、快乐。甚至健康，各种的温数等等，当然包括咱的金钱，这拢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所以，咱伫管理伊的所赏赐的遮会嘛是爱照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旨意，毋是照咱家己的利益尔，照咱家来管理。当然安尼讲，可能咱尤其是咱今仔的主题是讲11奉献的部分，毋免有的人会可能想讲。那是毋是11是上帝的，19是我的？其实嘛毋对，是10全部拢是上帝的这个11就是要操练咱，会当来操练咱，成做伊好的管家，袂甲遐个物件，袂甲所有拢当作是咱的，会去想着讲，遮个物件其实拢是上帝赏赐互我的。爱咱成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啦啥物是忠心？忠心就是你毋通讲管来讲这拢我下，甲大家当作主人因为这只是托你管尔。所以阿当甲夏娃因伫管的时阵，嘛是有得到好处这因内底园内底，啥物物件拢用每一丛树的果子伊拢用食嘛但是呢，其中啥物袂用食？对两种袂用食。四命树，甲分别善恶的树，这嘛得甲咱讲，这个园内底，啥物会当食，啥物袂当食，是上帝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毋是阿当夏娃家己来决定讲，我想要食，这看了足水的，食了应该真好，真好食，我就甲挽来食，是照上帝的伊所命令的来管理，啥物会当食，啥物袂当食，样做分别，所以。这就是搁一遍提醒咱是伊的管家，咱袂用咱家己的利益来决定。所以亚伯拉罕伊尾会当信，伊就去互上帝竞选，伊嘛愿意来信靠即个，信靠即个耶和华。所以上帝就赏赐伊一个上大的福气。毋知你得到上大的福气是啥物？你捌想过你为军队上帝以来，你得到上大的福气是啥？亚伯拉罕当初即个上帝应允互伊，耶和华应允互伊上大福气，就讲满足，要因为伊来得到得福来蒙福，来得到好的代志。所以亚伯拉罕伊嘛真欢喜。即种就亲像讲，你袂输会当真做一丛足大丛的树所以鸟啦、碰鼠啦、啥物等等，拢会当来歇伫你内底，得到安全，得到甚至得到食。人嘛会当伫树仔骹得到阴影，这就是一个上大的福气亚伯拉罕伊愿意接受这个祝福，所以嘛来照上帝所指示的献上伊的1/10。这个福气就继续安尼续接，来到伊的后代，甲以撒、甲雅各。咱知影雅各伫圣经内底，应该大家拢上了解这个人，伊呢。非常，伊的名就叫做掠条啦，伊名的意思，因为出世的时阵就掠条迄个伊的双生的哥哥以扫，表示伊其实是一个真有智慧、真有聪明，嘛看会清楚讲世间到底啥物上有价值，上值得伊甲掠条的，所以像遮尔巧的人，伊掠条的当然是上赞上好的所以伊伫迄个年代。咱知影雅各应该有拄着亚伯拉罕啦因为亚伯拉罕伊活到170几岁，以撒是60岁生雅各嘛，所以雅各有拄着伊阿公无？有看见应该是有做伙生活过，所以伊嘛知影讲这个阿公伊伫敬拜耶和华，所以
伊就会知影讲，阿公先啊，遮尔敬拜即个耶和华，一定加减有听到即个好处，所以伊嘛共款尾啊，伊看到伊伫梦中看到耶和华的时阵，伊袂像摩西安尼伫怀疑讲，你是啥物人？所以即个雅各伊就真聪明，选择迄个上好，而且用尽办法，甚至包括用无好的办法，用一碗红汤骗因阿兄的即个大囝的即个名分。因阿兄甲伊比起来，煞两个差了伤远，一个是足重视的，一个是非常无看重。伊呢，甚至阁用一碗羊肉汤，骗因老爸对大囝的祝福。伊遮尔积极营营遮尔面子伫即部分，因为伊看到伊的价值，伊看到价值，所以伊到尾啊，但是伊的方式毋对，所以造成伊甲阿兄煞感情破裂。但其实咱若转去看圣经，其实咱会看到讲，上帝以撒对以扫甲雅各的祝福其实差不多啦，其实是差不多，只是讲因两个囝共款，以后拢是真做大族，拢真做大族。但是因为伊的对待方式毋对，想要爱的方式毋对，造成因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拍破去所以雅各最后就逃命去找迄阿舅遐。尾啊，伫个旷野的时阵，伊去有上帝上帝疼痛伊，而且拣选伊，阁要将即个福气即个福继续互伊，所以就亲身出现来甲伊祝福。祝福了，即个雅各，伊就沿线伊为阿公遐、为老爸遐学习到即个方式即个方式，即个信仰的方式，就甲上帝讨，甲耶和华讨。你着互我会当平安，会当有食有穿，会当我将来安平安倒来甲阮老爸遮。安尼甲讨，你若安尼，你若真正是保守我遮，我着将囝仔我所有的，我着将1/10献互你，献互你。所以表示伊伫个一路去到立班以遐的时阵，伊有发觉，真正上帝有甲伊伫地，一直拢有平安呢。无咧行过旷野，也有野兽啥物咱想袂到、想象的状况，伊会当平平安安，行遐尼远的路，佮转去到迄个因阿舅迄个所在。所以相信伊后壁嘛有真好的即个对上帝敬拜的即个1/10的献。所以至到伊得要离开，伊想要离开的时阵，因阿舅嘛甲讲：我嘛看会出因为你的关系，我得到足侪祝福。因为你的关系，我的羊群愈来愈侪。所以，若有受到上帝祝福，其实甚至讲一个人的敬虔，咱边的人拢看会出来。边的人是拢看会出来。所以，即个雅各伊就安尼煞接即个11奉献的即个恩惠。伊直到摩西时代，因尾也入去埃及，因12族入去埃及生活，到尾啊又阁受到上帝帮赞，离开埃及了后，因为迄个时阵，上帝伊竞选利未人，利未支派来做圣工，互因伫敬拜伊的时阵，有人专职来做即个圣工，所以因入去迦南地了后，这利未族因无分土地。其他的族拢有分土地，但利未族因无土地要分，因要怎生活，搁做圣工，所以上帝就规定因，你着即12族，大家拢爱做11奉献，即11奉献去到利未人遐，利未人嘛共款爱做11奉献，所以即个11奉献就变做一个惯例，为着要维持即个圣殿圣工会继续落去。那所以伫遮咱有看到即段伊讲伫申命记还佫利未记，遮拢有讲到，咱着将咱的五穀酒油，也是即头生的牛羊，拢爱来献上，到献去圣殿。这个目的，这个功能，就是要学习常常敬畏上帝。咱若无疼惜一个人，咱敢会甘愿甲啥物？咱家己感觉是咱的物件，甲摕出去。通常除非有其他的即个考虑啦再来就是因
因等下因尾但是尾拢无好好来照上帝教示的来遵行，所以直到因到尾佫互掠去巴比伦啊吼，甚至以色列国嘛去互拍规个灭亡去。当尾因佫上帝保守带领因佫一遍倒来到即个因的土地的时阵，就大家因为伫外邦已经也无圣殿好敬拜，也无遮个圣工人员好来处理遮个敬拜的代志，所以直到连即个11奉献当然嘛怎啊甲袂记哩。当因佫倒来时阵，佫起圣殿了后，哇！这就开始有人上帝就佫透过马拉基来甲因即个先知来甲因提醒，即规个敬拜上帝部分，咱来佫甲找找倒来吼。所以伊就有即个马拉基书，遮讲咧即个第3章咱头仔读的经文内底就讲着讲，毋但是叫因安怎献，而且佫有甲讲，你用这来试我，你用这来试我，因为遐个人已经去到外邦当中生活诚久，可能无啥有法度，无啥会记你讲，若无人传承，你嘛毋知影讲我啥来施予奉献，我家己遮尔辛苦赚来，我啥爱有上帝吼，而且内底有大大的祝福吼，第一个讲着，我的位你献出来，你袂变较少，颠倒我会开天顶的窗，饼互恁，甚至互你坐甲底袂落，坐甲底袂落，咱就真正是福杯满溢啦吼。这个伊嘛会替咱这个斥责就是讲主动者咱无法度控制天灾地变，无法度控制，特别咱以前有做事的人，可能特别有法度感受着讲，你想要有修行，都毋是靠咱努力就好，当然家己努力嘛有需要啦。但是即摆来一个风台，来一个天灾地变，你就免想要修啦，是一个啥物病毒的传染，迄规个就拢落了，你想要修都无，就算你搁较拍拼嘛无效，也是讲咱有当时可能有投资，但是若准讲一个事故等等造成国际动荡，可能你的投资就怎无去，这毋是你法度控制，反正只有求主来保守吼。所以伫遮甲咱讲11奉献有遮济好处吼，而且伊第12节则讲咧，咱若真正有当11奉献的话，真正是外邦人就看会到，讲哇，恁所住的所在，恁所信靠的王，就保守恁住的所在，要真做是会当互恁安居乐业的所在，会大大的祝福恁。过来，咱来看新约，有的基督徒。我会想讲，但是新约内底介是无讲到11奉献呢？那保罗嘛是甲咱讲，你只要照你的心意，甘心乐意，毋免讲，咱来关了甘心乐意，上帝上欢喜这啦，但是咱读经有当时拢会断章取义啦，咱会找咱想要听的来做背书其实，这个保罗伊讲的是讲。咱来将身体献上，将咱的身躯献上，就是包括咱所有的啦，咱的心灵、咱的时间、咱的智慧、健康等等，规个拢爱献上。其实要求是比旧约搁较济啦。咱来当做活祭，什么叫活祭？活祭就是讲一直献，毋是迄个台死的摕去你拜，拜一遍就食了就无啊，不是，咱是活祭。所以是继续一直到你当时活地，你就真做迄个祭，真做迄个祭。而且咱若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咱袂感觉欠亏，更加会当体会到真正耶稣是咱的牧者，咱袂欠亏好，所以咱来看即个圣经头顶有相关有讲到就是耶稣有特别讲的，比如讲即个少年有一个即伫。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嘛，拢有记载着就是讲少年财主，伊啥物拢有啊，伊就走去问即个耶稣讲我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活的性命？即个耶稣甲伊讲了，甲讲你有守诫命，真好，嘛甲伊学了但是你若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你爱搁安怎呢？甲你所有的卖掉，去帮衬怂恿人有需要的人，而且。爱过来跟对我，跟对耶稣意思就是去传福音啦，
所以伊爱做2件代志。第一项，伊的物质上爱奉献；第二项，伊的属灵的性命的部分爱甲人分享，爱奉献。所以这表示的是完全拢爱奉献，毋是甲1/10尔。其实耶稣的要求拢是搁较济吼。而且伊当初嘛有看到即个迄个时代一寡法利赛人对信仰改变了伤过仪式仪式化，无去注重伊的内心。有一寡法利赛人想讲好，我来遵守10月奉献，我已经献了即个圣殿啊，我无啥有其他的钱啊，阮老爸老母我都无要饲啊，出现即种代志伫马可福音也有写所以耶稣就对这来谴责讲。毋是即个，伊讲伊遮即段讲着，恁即个照规照例甲即个薄荷啦，还是熏香啦，安尼做到足油的1/10献了真好。但是迄个公义、行公义、甲上帝听的代志，却颠倒无要去做，该这其实是恁上应该爱做的，维持社会。世间的即个公义甲疼心的，这是上爱去做的。迄嘛是爱做，迄就是表示11奉献，恁真正做的，这嘛是需要的。所以可见耶稣要求的是搁较悬、搁较济，毋是干11奉献尔。过来，保罗受到安尼迄个理解，伊嘛甲咱讲，特别是早期的即个初代教会伫成立过程当中。每一间教会状况无啥共，那伊就特别甲咱，迄时尤其伫耶路撒冷有发生即个饥荒，所以伊就去鼓舞大家，各个教会来奉献帮助迄个耶路撒冷遐个教会，这嘛是足侪有个人11奉献献袂出来时阵，会用这做理由啦，讲这都因为保罗咪甲咱讲，咱都献了心甘乐意就好。但是其实，伊这讲的是指对信徒的帮助啦，就是比如讲咱伫会，咱看到咱的会友伊的生活有啥物困难，有啥物需要帮助，这就在伫你甘心乐意的奉献，甘心乐。但是这嘛，互咱嘛提醒咱讲，对咱边仔的信徒，也是讲。包括新学院啦，是即个传福音各种传福音的单位，也是工课事工，甚至是咱对社会一寡关怀智慧的即个事工，也是即个有一寡原住民等等，因的教会较弱小的，需要帮助呢，甚至讲有啥物有即个麻风病患，也是特殊的状况的，也是较弱势，伫社会上较弱势，较欠资源，较欠。人去关怀，即咱更加都是爱去替因无论是物质上的即个奉献，也是即个代祷属灵的即个奉献，包括对乌克兰因目前即马受到的即个战争的灾难，咱会当平平安安坐伫遮，但是因可能伫迄个因的秘伫啥物所在，毋知下1秒钟以后就搁活咧无？即种的困境当中。咱是毋是爱来关心？所以保罗伊是提醒咱讲，对咱的肢体，甚至包括可能即马是未信者，但是伊只是伊的时间的关系，伊人讲嘛是咱的肢体，伊即马其实都已经咱的肢体，所以咱嘛是爱来关心着因的需要，所以即部分咱嘛应该爱奉献。所以伊嘛甲咱讲，其实上帝并无欠钱啦，上帝并无欠钱，咱毋是甲咱存的互伊啊，是咱爱。来感谢上帝，伊赏赐咱遮尔济气力、才能，甚至是机会，赏赐咱有好的机会，所以咱有好的即个工作的机会等等，会当来发挥咱所有的，所以咱爱去顾守着咱边仔，机会种无够的，健康无够的，信心无够的，咱爱来互相奉献、供给。咱会当达到即个均一啊，均平啊，就是大家会当莫讲落差遐尼济，拢会当得到饱呢。过来就是耶稣伊嘛讲到，其实即个奉献，特别是要甲咱讲，咱毋若忠心，阁有爱有见识，有见识做上好的工，将咱的
从主人派咱管理的即个进教会，吼是也是进基体，咱按时分粮，吼按时分粮。即个粮指的当然是包括物质上以及信心，吼也是即个灵命的部分，会来分享互人，吼分享人。所以主吼伊要派咱即个若做了好的，伊就会派咱管理愈济，吼，互咱就愈济开来，愈济即个才能会当来管理。而且伊嘛其实有甲咱讲，伊若互你做较济，其实表示是看重你，伊要加添你。吼，像咱今仔下晡嘛有一个即个会计部分的即个同工的即个研习啦吼。那其实咱知影讲，如果咱若伫教会当中竞选某些人吼，某一个人会当，咱也是讲另讲咱家己被选做是即个。会计也是财务的即个管理者，吼，也是讲各种其他的管理者，其实就是兄弟姊妹对咱的看重，嘛是上帝互咱即个机会，嘛是对咱的看重，也嘛是要借即个机会来培养咱，吼，来操练咱，会当成做伊好的管家，无论是可能是伫财务的管家，也是伫行政，也是伫即个各种的事工的即个管家，吼，所以咱就应该爱尽心尽力来做，特别是财务上。吼，财务因为钱吼是咱生活每一工差不多拢会需要的即个物件，吼，所以咱有当时会足容易受到买迄啦，受买所以伊特别，咱可能爱特别去注意讲，我毋是敢管理教会的钱，其实这是上帝的钱，吼，所以也是讲我毋是敢若管理教会即个啥物事务，吼，其实是上帝的，吼，所以11奉献了，有的人可能会想讲，我10奉献了，即个钱会去到对咧，会互啥呢？其实咱一般来讲，咱就是由咱选出来，咱头讲的选出来才会同工，因来决定来处理，咱只要做好咱家己本分。当然若对即个教会的财务有问题、有疑问，咱嘛会当伫即个教会好会来提出。好好来帮助咱教会，会当伫搁较正常、搁较公平、搁较有意义的即个规划，来替咱规个教会好好管理这钱财。所以总共这其实还佫有其他的圣经咱今仔先来做一个总结啦就讲11奉献大概是啥物那为头拄安尼看起来就是讲，第一咱就是。透过11奉献，咱来感谢，来领受，嘛来感谢。上帝赏赐我遮尔济，包括我的性命、我的时间，甚至是我的健康，我有好的即个感情，还佫有好的机会。那讲到时间那咱一般来讲，咱讲金钱11开始真好算其实咱讲的时间就是什么？金钱这是这个富人可能讲时间就是性命啦。你这个人活几年，就是伊伫世间的时间有偌长嘛时间就是性命。那时间，咱头讲时间嘛是上帝予咱的，性命嘛是上帝予咱的啊。咱要献1/10，性命嘛是爱啊，嘛是应该献1/10啊，这是上少的、上基本的啦那这个1/10，以一礼拜来讲好啊，一礼拜有几点钟？168嘛168点钟，若1/10就是16.8小时啊。那你一礼拜有将你16.8点钟分别出来，像咱分别生命数甲分辨善恶数共款，莫家己占做家己爱用，毋是咱感觉我咧要安怎用就安怎用，迄我的，而是知影讲这嘛上帝属地，而且应该来献上，来甲分别出来，来献予上帝。是献予上帝再来第2点就是讲，咱的上帝伊是真慷慨，咱讲咱上帝是大富有的，所以咱更加而且具体伊爱咱是咱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咱是兄弟姊妹，所以咱就更加爱彼此关心帮助。所以这个11奉献嘛是将咱的
金钱来献予教会来做伙运用，来帮助一个教会福音的传扬的事工，或者是关心咱的会友，甚至是咱的周边社区咱知影的，咱知影伊需要这个金钱帮助呢，会用做伙来甲帮助。这就是爱照时分粮，会当互这个需要的，拢会当得到帮助。其实11真正是一个非常公平的这个奉献的方式啦。无当时你可能想讲，我到底是爱献偌济？因为咱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共款，咱的收入嘛无共款，甚至讲咱个人家己性命无共的时间点，咱的收入嘛无共款啊。安尼到底是爱献偌济？所以11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公平的。你一个月趁3万呢，你就献3000；你一个月趁30万呢，你就献3万。这是拄好尔，大家比例就共款第3点，就是学习敬拜上帝一种方式。其实敬拜有几种，若讲像头拄咱的敬拜团，带咱做伙来吟诗、学乐、祈祷，那这是一种敬拜。搁咱在座即马坐伫遮来详细听上帝的话，这嘛是一种敬拜。也是你转去了后，甲你的厝边头尾的即个斗阵的方式，这拢是一个敬拜的时间。所以咱若有愿意奉献的心，伫你的行有行大，伫你所要讲的话，就会无啥共款。这就是包括11奉献，嘛是咱对主的即个奉献的心的表达过来，那如果你若感觉咱个用搁较清楚来删去法奉献毋是啥物啦第一，奉献是舍己，奉献毋是委屈家己这个我牺牲自己成就，毋是咱头讲，这是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啊，毋是咱牺牲啦，咱只是该献予上帝尔这毋是牺牲咱毋是关落教会咱是献予上帝是献予上帝，这无共款，你的角度、你的位置都无共啊过来，上帝这个奉献毋是有剩才要来奉献啊。颠倒是甲咱的奉献互上帝了后，伊来祝福，互咱有剩，就再来第3，奉献毋是交换条件虽然头听到雅各迄种交换条件的方式啦但是即种心态是毋对的咱毋是讲我互你啥物，你互我啥物绝对毋是安尼你无奉献，上帝嘛要赐福你再来第4，上帝这个奉献。更加毋是会费啦，嘛毋是这个保护费啊，啥物？我会记之前捌听过迄个，我一个朋友去参加，有人招伊去参加迄个紫衣神教，是不是？就是那个感谢师父、赞美师父那个那个宗教因的团那叫啥？妙禅是。因入去了后，伊就会先甲你调查讲你的状况，过来咧，爱你交你的簿仔出来，伊固定逐个月就自动甲你扣偌济钱毋是安尼咱的奉献毋是安尼过来，最后一件就是奉献毋是做别人看的啦，奉献毋是做别人看，他讲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最后，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影片，这是阮这个伊伫11奉献顶面，伊有决志想要来操练家己11奉献的这个能力，这个部分，伊就伫伊操练的这几年了，有一寡真水的感动，咱来看这个伊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谢雅慧，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11奉献的祝福。第一次听到11奉献是我在信主第1年，那时候在周报上看到11奉献这4个字，因为心中有疑惑，所以呢我就去问了牧师。那当时牧师呢就拿了圣经，翻开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就是教会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牧师非常详尽的解释这段经文的意义，
以及11奉献它的意义。之后呢，我就开始练习操练11奉献。刚开始其实真的很挣扎，就拿收入的1/10奉献，然后留下所剩无几的9%来生活。这确实非常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我观察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听他们的见证，我发现，顺服的其实是越来越蒙福。于是呢，我的信心也渐渐的增加，也就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么多年来，神在我身上的祝福真的是不胜枚举。以下呢，我就分享3样比较难忘的见证。第一，中统一发票。我听教会一位姐妹她的见证，她说她当时家中呢需要搭一个铁皮屋来做生意赚钱，可是呢她没钱，于是她就跟上帝求，结果上帝就给她捡到了一张发票，然后奖金呢刚好就是可以付她铁皮屋的费用。那时我心里听完她的见证，我心中发出一个声音，我想说可以这样求，主啊，那我也要。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效法他，只要地上有发票，我一律捡起来，并且非常仔细的对讲。可是没有中。过了1年左右吧，我家后阳台也需要搭建铁皮屋，因为要遮阳、放洗衣机、晾衣服。那搭建费用是3万2。这时候我也中了发票4万元，扣掉20%，刚好是3万2。很神奇哈！主的赏赐呢，他的恩典真的就够用，刚刚好，不多也不少。第二样，读大学4年免费。2016年，我和妹妹雅婷，我们参加马拉松路跑，那会后去我家盥洗。我们姐妹2人就聊着彼此的工作啊、想法还有梦想。那妹妹知道我想读大学，也知道这个大学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可是，碍于经济的窘迫，迟迟我就不敢去读。那她听了我的想法之后呢，她表示愿意资助我1半的学费。有了她的资助，我胆子大了些，心想就剩下的学费如果真的不足，我了不起我就助学贷款。那于是我就去读书了。就在第1学期，学校表示政府现在有一种奖学金，申请的条件门槛不是很高所以他鼓励我们去申请。那刚好我也符合资格，就这样4年来，除了书本的费用，我的学费就由妹妹的资助以及奖学金，我顺利完成了学业。第3项，工作获得加薪。我的工作是社福相关的行业，那这个行业呢，薪水普遍都偏低。我常常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用心的工作，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也很认真的工作，但是你可以让我的薪水提高吗？”突然我有个想法，我想说，不如我将1/10的奉献提高，先提高到我心中想的数字。结果没多久，我的老板跟我加薪了。我觉得神真的亲自感动我的老板耶，不用我们自己去争取。那我在准备这篇见证的时候，刚好读到出埃及记35章第5节，他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他说：“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这句话我心里很纳闷，为何说凡拿耶和华的礼物，明明是他们自己的礼物啊，是他们积存的财宝啊，应该是他们的礼物才对嘛。可是这时候圣灵让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一口气，都是上帝白白给的啊。我们只是在地球上的管家而已啊，一切万有都是上帝造的啊。那上帝又不缺钱，对不对？我们只要做好忠心的好管家。上帝说，你的1/10是当纳的，他是要让教会做更多神国度的事工上帝既然这么说，那他就会照他的应许祝福我们，顺服就会蒙福嘛。
最后我要说的是，遵行11奉献，神给的祝福绝对超出你所求所想。那至于他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呢？根据我的经验，绝对是量身定做，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愿荣耀归给主。阮这个见证我真啊真感动，嘛感受着讲伊迄种超乎是一个足大的信心的这个奉献伊的真的是印证了我们刚刚最后一点提到说，去体认着耶稣甲咱教的，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要先给人就必有上帝给你，所以咱毋免惊吓，毋免惊讲咱现喙咱就变较少，所以11奉献真正是会当帮助咱成做上帝的好管家，会当互咱学习去管理这个咱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咱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咱的性命、咱的时间、咱的健康、咱的机会、咱的工作、咱的家人，也是咱甚至是咱伫教会的这兄弟姊妹。甚至是咱甲因以前有建立过，也是还未建立着这关系，这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所以咱会当透过11奉献来成做一个敬畏神、敬畏神的好管理者。咱来做这个后壁，咱先来唱一首这个回应诗，圣诗376首。聪明的人带学习，圣诗376首，聪明的人带学习。聪明的人带学习，学也通大自在。祈祷。满有恩典怜悯的主啊，你的慈爱极其宝贵。阮感谢你会当透过今仔日的讲道甲见证，来增加阮对奉献的认捌。求主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认清什么是上价值的，迄个上大的福，阮会想要掠条，要来承接。阮会当透过11奉献来加添阮的信心甲决心，要得到迄你会拍开天窗，摒落天顶的恩福，互阮的，互阮会当立志守你的诫命，来学习尽心、尽意、尽性、尽力，要来听主阮的上帝。
嘛将阮10分的1分送入你的府库，送入教会，互你的教会有美牛，也爱分别阮的才能、阮的时间，甲主来同在，甲主来做伙做同工，活出好的见证。所以，阮会当主动来关心教会兄弟姊妹，无论伫物质上，或者是伫灵命上成长的需要，因的欠缺，阮愿意斗分享、斗分担。也是阮嘛会当参与伫无论是 RPG 的即个大导团，也是大导团，或者是幸福小组，阮做伙来为着人所欠缺的灵命，来献出阮的时间甲阮的信仰。会当做伙祈祷，替人代祷，做好特别是关心这个社会，若是心灵的需要，阮的健康的需要，阮会当做好阮家己的卫生防疫，嘛彼此勉励来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阮嘛会当为着乌克兰来代祷，有乌克兰的人民伫战乱当中，因所需要的平安，因所需要的资金、物质的帮助，阮拢愿意来奉献，来保守众人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哎呀，这咱真感谢咱的新学生雅婷新学生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也有真好的见证。咱牧师先做一个回复甲报告，然后咱要请咱第43期43期的咱这中部大道团准备来到头前要做一个车牌要做一个车牌。咱就请咱的总务带头的同工，大家稍招呼一下我讲先做一个回复，就是讲头一个是咱感谢雅婷新学生伊伫咱遮服侍2冬，实施期今年6月就毕业就要毕业，所以毕业就开始派去毋知倒位啦我迄天甲讲笑，讲阮朋友欠一个伊讲好袂歹，毋过最近听着讲迄间教会要聘牧，聘牧团队就无机会啦总是讲新学生有一个足奇妙的，就是讲上帝要派我去倒位，我欢喜受车牌安尼第二，咱就是讲，我挂即个口罩就是即个支援乌克兰，也是讲关怀乌克兰的口罩。咱顶无偌久，咱2个月前，咱为着乌克兰来奉献咱总会有特制即种口罩。伊看到咱大家足热心奉献，伊就寄一箱来就对。所以今日大家拢分一个，毋知有人无挂的，迄是毋是你无摕到？若无等的我想讲要结束以前要招咱兄弟包括边仔咱坐来中迄一张相，寄转来互总会讲，阮有大家做伙为着乌克兰祈祷就对啦好，这个时阵要请咱的总保带头的同工来到头前来头前咱迄个车牌的祈祷文，咱来头前好无？来，咱的施宝老师，你来头前分互大家好，徛出来，其他来分。咱中部大道的同工徛互人就好，徛互人就好因大家分就好，大家手传过去就可以。咱若看银幕有迄个字无，有投影字互咱看银幕就会使，咱丢楼的家己做祈祷来做祈祷，摆2排可能看较会着，好无？摆2排徛较中的，来咱话徛较中看银幕咱听这，咱为着这个中部大道的勇士来祝福，因为因是举起圣神的这个宝剑要为着咱做征战毋是一个咧1点钟入去室内祈祷就煞，迄是一个征战所以需要咱大家会互相带祷支持好这时呢，咱无论看这个纸，还是讲看这个银幕咱只是要同心来做一个咱的祈祷，求主赐派咱来中部大道祝福赐派你当咱讲我会顺利念你家己的名来准备
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差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保大道事工。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第三，有关伫大道室逐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也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免。我使来做祝福的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出席的大道勇士徛伫你面前，用祈祷谦卑的心求主来差派。是呢，阮祈祷毋只敢若是一个运动仪式，是呢，阮带着圣神的差派，阮带着你所予阮迄个祈祷的权柄，阮要伫阮服侍的时间，为着阮侪人所写的祈祷卡，有的有身体健康的需要，有的有心灵上软弱的需要，有的有家庭、经济、工作以及人际关系，甚至是侪精进的需要。主，阮要举起祈祷的手，为着因来祝福祈祷。主啊，毋是阮有甚物困难，是呢，阮谦卑伫你面前恳求，就主你要透过祈祷室迄个内室的祈祷，主你应允伫阮正人的大道中间，互侪人因为阮的祈祷，看见上帝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医治，看见上帝大权能的透放甲帮助。主啊，阮真欢喜会当受差派，正做祈祷的同工。愿你赐阮开力，互阮无受阻挡，无有颠簸，会当专心伫你面前做祈祷的服侍。互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祈祷的勇士。感谢你，互阮过来4个月，上帝你一步一步甲阮引带甲带领。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向后转一，咱甲伊鼓励拍拍者，好无？感谢主哈。多谢，请回座。来，我们赶紧来进行奉献哈。咱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咱小等咧，若咧报告中间尽量咱两边边的会友吼，坐来中央吼。咱翕张相要做一个支持吼，为着乌克兰祈祷吼。来，咱把时间到咱4会。咱做伙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伫报告进前，咱先来读本话经句，诗篇22篇第10节，咱做伙来读。我对胎儿出就交代你，对我出老母的腹肚，你是我的上帝。咱
掀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服侍当工，请家己看。第3页，顶礼拜各项聚会的消息，请家己来看。第3页，今仔日举行中保大岛事工第43期大岛勇士祝福车派礼。请礼拜结束了后，10:40，改10:40，伫教育中心1楼大祈祷室集合，由大岛团队的同工主持大岛服侍的事项说明。第2点，本会定后主日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有主日学的老师同学生参与，表达对妈妈的疼甲感谢。原计划母亲节的全家翕相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父亲节才来进行。第3点，等请牧师补充。第5点，本会邀请刘进展牧师主持5月20奉献祈祷培灵会，甲5月29主日培灵会。第6点，教育装备团队的报告。第4期理财有道班6月16拜四正式开课。第2期经营有道班6月9号正式开课。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一路线顶的报名，有问题无清楚的，请联络干事。第7点，哀伤陪伴的消息，请家己看。第8点，教会财务研习下晡2点到3点半。伫敬拜中心3楼副堂举行，邀请刘俊志长老分享。邀请对象是各单位主席、首长、过界、各小组的过界参加。会后会提供4点1分。第9点，等者举行5月份的庆生，请5月份的受请老婆接受祝福。先看第10点。本会林慧兰小组长的母亲伫4月24安息，伫昨举行告别式，请为家属来代祷。牧区团契的消息，上年团契后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聚会。第3点，提摩太牧区伫5月7号下暗时7点到9点半举行家庭好好说亲子沟通讲座，欢迎父母加青少年共同报名参加。第3点，圣营会开始报名，营会日期是7月5号到8号，欢迎报名参加。关怀大岛的事项，请按继续为以下的事项来关怀大岛。总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家己来看。第8页，奉献若出入的，请联络财务组的同工来更正。所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咧讲咱即个总会有送咱即个口罩，咱为着要翕一张吼，表示讲咱大家拢做为着乌克兰祈祷吼。牧师咧补充报告中间，咱尽量吼边仔拢刷来中遮好无？差不多左右4排安尼坐好入来安尼好无吼？你慢慢来，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吼。第一就是讲，咱的这边吼，咱这边的即个疫情啦吼，疫情咱我看今日有遐侪人来，表示讲大家已经有准备心啊，吼，心准备好啊。咱若5楼的兄弟，你若脚路好吼，会当落来下骹，吼，若少年会当落来下骹做伙帮忙翕一张就对啦吼。无大家，但是呢，会当落来安尼吼。好，感谢主吼。吼，大家动作足紧的吼，袂要紧，中甲坐落起来。简单讲吼，咱兄弟可能比牧师较注意咱即个疫情的情形啦吼。万国规统敢若一个意思，就是讲咱爱保护家己啊，毋通靠政府甲你保护吼。迄个保护墙吼拆开啊，你爱家己有迄款的自我保护的能力安尼吼。
啊，你看咱即马看日本吼，咧开放啊咧，哦，飞机咧飞去佚佗啊吼，咱嘛讲赶紧会当安尼就对啦吼。咱5楼若有人骹路较好诶，落来后壁佫甲补一个好无？吼，后壁佫甲补一个。啊，牧师报告了，咱来翕啦，后不要紧。啊，第二就是讲，啊，咱嘛毋敢勉强所有诶人拢来参加礼拜，吼，毋敢勉强。啊，所以你家己若感觉讲，我来遮较有担心，你就用线顶诶礼拜，吼，参加线顶诶礼拜。啊，若无吼，啊，咱就是有住3节，上无2节以上吼，啊，你会自我保护。因咱即样看，99%，100个人着吼，99个拢清正啊，无代志，安尼就对。啊，住厝休2-3日啦，就解决啦，吼。啊，咱讲啊坦白，阮有足侪兄弟咧讲吼，可能即马咱走100公尺有无？最后10公尺要冲刺，啊，若冲刺有过就无代志啊，吼。啊，所以伊讲早晚拢会着哦。啊，所以你毋通闪，因为这病毒讲袂消失啦，病毒袂消失，就像咱流行感冒嘛，定伫个啊吼。我有听迄个陈建仁副总统讲全世界吼历史以来，敢若一种病毒有消灭，叫做天花有消灭，剩的拢无哦，都久啊就搁补起来，久都补起来。啊，上好是你家己有保护能力，感谢主，咱大家吼啊。用祈祷求主甲咱保护，咱毋知啥物人会得着，但是咱得着的时阵无艰苦、无严重，住厝休困，食药啊就好啊，安尼吼。这是咱目前政府的态度啦吼。第二，咱吼拄则讲口罩吼，咱若有奉献的吼，伊讲要甲咱感谢，所以你若有奉献，你去甲干事要搁另外一份，互你做纪念啦。好，啊，伊纪念的意思就讲，咱遮个口罩吼，买让分互人。做伙讲啊，你看咱大家拢咧关心乌克兰吼，啊，另外春小款，若有春小款，一包10个啦，啊，100块当做奉献，好无？你若讲即个口罩袂歹，我要起来分互阮厝边隔壁，也是阮的亲人吼，啊，一包10个，种个一个10块啦，做奉献，啊，这个钱咱搁存起来，可能有第2摆，咱要为着乌克兰来关心，你看真还咧战争安尼吼，好啊。第3个报告就是讲，咱本会有邀请到刘进典牧师主持20号5月20的分享祈祷会，5月20吼，就是咱啊，搁2礼拜后吼，啊5月29的主日也要请伊来做培灵会，啊，咱请大家踊跃啊，准备来参加吼。好啊，可能安尼大家拢坐好好啊，来互因翕一个好无吼？咱2个同工拢坐落去袂要紧，啊，咱来比2个动作，第一个是坐好好，啊，第2是安那比爱心，也是要。比赞啊！来，咱请2个同工拢帮比一个来，来看一个啊！你看你讲我要哪比哦？可以吗？啊，1、2、3就可以了。啊，比赞哦，来比大家比赞，啊，这样就可以了。啊？看谁你们喊一下。你站上去也可以，站到椅子上没关系，站到椅子上。来，1、2，好，来马怡婷呢？咱来做最后的这个介绍哦哈。咱今日真欢喜有咱2位新朋友来。就是咱的这个殷家姐妹的妈妈黄燕妹师母，师母伫倒来拍拍欢迎伊，啊，欢迎伫遮，师母伫遮哈，啊，黄师母哈，先生啊，黄牧师哈，啊伫进前啊因的车号来过用去，啊，大家拢足毋甘吼，咱2兄弟嘛有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伊即马时间吼较好势，啊，就来陪殷家吼。2个小朋友足鼓水啦，咱真多谢伊，咱也继续替啊黄牧师娘祈祷，求上帝互伊有主来开力甲信心吼，啊主甲你伫地吼，欢迎你来参加，常常有机会来台南啦吼。第2位是刘玉燕姐妹，刘玉燕姊妹，啊来伫遮欢迎你哈，是咱永贤姐的朋友哈，永贤姐的朋友。好啊，咱相关的这个礼拜吼，聚会咱有诶暂停，咱家己看周报就好吼。啊，咱这个午餐嘛暂停安尼吼，啊，咱请大家为着这样事继续祈祷，嘛大家拢能平安度过这边的这个疫情吼。咱甲时间到，咱的聚会。
会上请起立唱上用的诗歌《阿拉天父万福本源》。最后，俺请牧师来祝祷。教正，阿拉天父救我罪犯，罪我中保，强力万关。阿拉诚心感化罪人，就是灵力温慰之心。阿拉圣白圣家圣心。三位一体，至圣至亲。阿门。同心的领袖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冲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实甲同在，对这事得到永世代的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咱备办心要来做庆生会，咱默祷。感谢圣歌队的祝福，咱各位兄弟，咱今日要为着5月份的寿星来祝福，请5月份的寿星起立好吗？5月份的寿星请起立，我来给恁祝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来，楼顶啊，楼骹拢无哦，拢无5月份的晓。好来，楼顶哦，拢是楼顶。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好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台语的哦吼。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愿主祝福你，祝你生日。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咱们请金明姐来分蜡烛。Happy birthday to， 好，咱口罩有一个，啊，准备要分哦，来要翕相，等下来。啊，我看1、2、3，咱互怡婷来翕相来，1、2、3。啊，拍感谢，咱为着这寿星来做祝福祈祷，才来结束哈。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生日是上帝恩典的时刻，因为主你透过老母怀胎辛苦来生出阮的生命，这是上帝你奇妙的业力。主啊，阮伫即日要纪念老母摇囝的辛苦，父母的疼，也要伫众人兄弟姊妹中间的祝福中间享受上帝你的恩典。主啊，互阮的生命更较有你丰盛的恩典祝福，互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伫阮的人生的中间，真侪别人的祝福，互阮领受到你的恩典，无论大人细囝，拢有上帝你奇妙的疼。阮奉你的名来祝福这寿星，也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我要倒腾的路站，求你也带领阮一路拢平安。过来的日子，求你引带甲看顾。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后礼拜是母亲节哦，吼！你若无受主动，请妈妈爱来，吼！咱有一个小礼物啦，毋过无翕相尔，咱等爸爸坐得来翕。
啊，毋过妈妈来，咱有小礼物要送啊，吼。好，大家互相祝福平安啊，愿主赐福平安平安。